尋晚開播嘅時候咧，就有個玩家打嚟話我聽，喂，Sunny，你係咪更年期啊？我就頂，男人邊有更年期嘅？然之後下面就好多 comment 啦，全部男人有啊，男人有，男人有啊。我講我死我都唔信，我就去 Google search，然之後我真係傻咗，原來男人真係有更年期噶，又俗稱高固同低下症候群。喺生理方面咧，你會性慾減退啦，勃起功能有障礙啦，性功能障礙啊，呢樣嘢咧，我同你哋講我冇，你哋梗係唔信噶，係咪？但係體力下降，容易疲勞，肌肉質量同埋力量下降，脂肪增加，尤其是係喺嗰個腹部，睡眠質量下降，容易失眠，骨質疏鬆，身高下降，出現排尿嘅問題，預良性前列腺肥大，好似都既心理方面就情緒波動，容易焦慮啦、抑鬱啦、煩躁啦、缺乏動力啦，然之後注意力下降、失眠。講下好似中晒咁嘅，除咗性慾嗰方面啦。除此之外，新陳代謝紊亂，血脂血糖升高，體重增加，記憶力下降。只有咩解決辦法呢？你哋可以上網搜尋或者去問下 AI 嘅。不過有一樣嘢係非常之重要嘅，就係唔好為病疾醫。如果有問題，真係要承認，咁樣至幫到你㗎。